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my 愛美神。我曾經係華裔小姐冠軍，亦都係好多佳麗嘅老師。哇，平日工作咁忙，又真係又要照顧家庭，咁冇時間，又要 keep 住咁靚喎，單靠自己護膚品係唔夠嘅，一定要揀康柏皮膚及激光中心，用高效嘅醫療療程，先至可以 keep 住每日都咁靚。啱啱咧，我就做完呢一個 U-Tight 無痛 NFU 微聚焦超聲波儀器喎，哇！成個療程咧，簡直令我成塊面嘅所有輪廓都緊緻同埋提升嘅。而我好注重我對眼咧靈魂之窗嘅美麗啊！咁呢一個儀器咧，簡直令到我咧對眼咧 bling bling 有神啊！佢一次過咧幫我將眼紋、眼泡、黑眼圈同眼袋咧全部包晒喎，所以有呢個要求嘅你咧，一定要嚟試呢一個無痛超級舒服嘅 U-Tight 療程啦！快啲打電話嚟康柏皮膚及激光中心嚟預約，令到你靚爆鏡啦！